开始串流。然后有看到再甲我讲一下吼，有吼，好，有看到吼。先分享我拄则介绍的一本有声书啦吼，当然是华语发音的吼，叫做《燃烧的大洋》吼，伊是太平战争三部曲的第一部分的款啦吼，讲可能是我看伊讲啊做三部分，讲啊倒位去，三部曲之三部分。我那是讲真主讲哦，可能另外是，当然后壁佫有二部曲第三部曲吼，第三部曲安尼。啊，经过太平战争应该拢介绍吼，所以你会当理解一下太平战争，绝对是足重要。你对战争吼，你咧听伊咧讲的时阵，你就知影讲，迄当阵譬如讲真主讲迄个空袭发生了，其实美国其实一开始是无相信的吼，哪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代？咱莫讲迄当阵情报到底是有摕到偌济情报，咱来讲是一般平民百姓，一般平民面对战争的迄个戆影的情形。我甲你讲，你将来你若无即个心理准备，将来戆影就会发生伫你身上，你绝对无希望即种代志发生伫咧台湾人身上。敌人都已经拍甲你两骹脚，甚至拍甲你后院啊吼，甲你的厝吞打甲遮尔凄惨啊！结果你阁无相信讲是发生战争啊吼，已经你发生伫你明明就伫咧面头前你发生的代志，你无愿意相信哦，所以你反应就慢嘛吼。OK， 所以莫甲即种代志发生你身躯顶，你来理解者吼。你若当然你对历史无兴趣，你对战争无兴趣，你听一下第一段就好，10分钟啊20分钟，看你当接受的吼。你若法度接受，继续听啦；无法度接受就莫听吼。这是我第一个要分享。第二个是咱看一下，我拄则我袂记我是伫倒看吼，我相信是联合报的一篇文章啦吼。咱看一下 Google News 应该就知会着啊吼。我要讲啥，就是因对台湾台语即个名称的反应是啥物？我看觅找到诶。联合报台湾台语方面的消息伫倒位啊？台湾台语，我直接用台湾台语查看觅好吼。台湾台语。好，咱来看联合报吼，我毋是要讲即篇啦吼，即篇是写讲闽南语认证考试正名台湾台语学者12字痛批政府吼，当然痛批就对啦吼，拜托恁痛批啦吼，过来，但是各位，你过会记无？我讲立场，你要甲你立场徛调吼，不管你安怎痛批，伊所有伊提出来痛批12字，不管是12字还是1200字、12万字，我甲你讲，伊的立场就是和你无共，伊所讲的是非对你来讲一点意义都拢无共，都无意义就对啦，完全无意义哦。所以你看去就好，笑笑。我要讲的是啥？咱来看吼，这无咧着条，这个来讲事实尔吼，好来，这是上报啦吼。我记我拄则看到毋是上报，但是相关意思就是讲，若为批评即是自害式阿 Q 胜利法，意思讲恁就是你做即种可笑的代志。我甲你讲，知因可笑，知咱绝对是胜利，毋是阿 Q 胜利，就是胜利。伫你支那民国政府愿意正式面对咱台湾人对即个咱语言的即个，不管是伊的名，还是伊的立场，还是伊的看法，还是要安怎称呼，你是咱美国政府愿意压头来接受阮吼，这就是阮的胜利。不管我阿 Q 啦，你认为这是阿 Q， 就是阿 Q 嘛。所以你讲袂要紧，咱是先，因为伫咧咱立场上，咱就是爱赢。所以
你看，你看字因的批评，或者是因你擦擦条这种情，你就知影咱做对，咱这是对的，这是对的方向。OK， 所以各位嘛知影讲，我伫个即个房间开即个时段要讲的，就是台湾各种意识的营造。对我来讲，语言是一个足重要的工具吼。即要搁深入讲，我相信嘛，毋免深入讲，遮侪人拢知影吼。我讲嘛，在座的大家拢捌我捌到有头吼。除了佑科我新朋友啦，我较无介清楚吼。两年多我无机会含伊开讲，我毋知，但是我相信伊知影我的立场吼。伊知影我我为虾米会对语言即个工具遮尔啊重视吼，真正是爱足重视吼。因为语言就是你所想嘛，你读册所想所讲出来。所以语言会当反映你读册所想，而且语言会灌输你去别人的读册内，会去影响别人的读册所想。所以语言足重要，语言会改变你的立场。我讲过，政治就是立场问题尔，无啥物是非。我毋是讲无是非啊，我是意思是讲是非对错在政治上其实是足好判断，而且嘛无意义，因为政治是你的信仰，立场是你的信仰的反映，所以这无啥物是非通好讲。譬如伊讲，我就是甘愿互阿强啊统治啦，迄是你的信仰。迄是你的立场，我袂当讲你毋对，因为你较介意阿强啊，你愿意互阿强啊统治，你无愿意互台湾人家己来管家己，你认为台湾人管理家己是毋对的，台湾人无迄个才调，无迄个能力，无迄个文化，无迄个水平，无迄个水准，好，你会使安尼想，你会当去做你所望的迄个方向去努力。去努力去拍拼。好，语言会当影响你的立场，语言会当改变你的立场，所以语言是一个足重要的工具，莫轻视语言。所有嘛，你讲你是台语什么沙文主义的，好，袂要紧，做你妈，我要继续坚持，我也要台语。思考台语教育，台语要成做我的思想工具，台语要成做我斗争工具。好，咱拄则三牛讲一个例啦，讲客人啊讲恁台语死上好，因为台语伊足册台语的。我知影客人有一寡人是对台语足受训的，我知影客人有一寡人对台语是充满恶意的，啊又搁如何？做你去充满恶意，做你去充满受训，做你去今仔看台语你就噗跳，你认为讲迄是闽南语、闽南语，迄是河洛话，做你去想袂要紧，今仔日我成功，我今仔正名。今仔我要继续为着台语，为了保有我即个工具，我要继续来拍拼，因为我对即个工具有遮尔侪认捌，伫个政治上，我认为伊有遮尔侪会需要，所以我往即个方向来努力拍。当然有人出在感情，我出伫感情的迄种台语科的先辈吼，迄个老师先生吼，其实我足尊重因的吼，我非常尊重因。但是我嘛甲各位讲过，我支持台语绝对毋是讲这是我的母语，我有啥物越深的感情，毋是 ，no， 毋是，就是敢若讲这是一个真好的政治工具。所以我一直以来认为讲，吹杀台语，莫对啥物母语教育啦，即种感情吼，当然感情毋是袂使，我是意思讲，你若敢若对即个母语教育即个角度来吹杀的时阵。都足严重的问题，为虾米？啊，阮兜的母语就毋是台语，毋是代志就大条啊。所以
爱对政治的角度来考虑，来吹杀台语。台湾台语正名就是政治考虑啦，直接安尼讲，这就是政治考虑。对我拄则讲过啊，我出世伫新竹县，阮迄遐无，其实足侪人讲的是，我咧讲河洛话，我河洛人啊咧。对我来讲嘛，台语这个词其实是我足晚才接触到的吼。但是我讲我接受台语这个词是政治考虑，是对政治角度来思考的。哦，迄个对台语对这个咱讲河洛话啦吼，充满恶意即寡客人，我敢毋知影，我非常知影。但是我绝对袂想要甲因对抗啊！你袂爽又搁安怎？我做我应该做的工，我袂去和你对抗。我也袂去打压你的客语，我也袂当讲你家语去死死的好，像拄则讲咧足歹遮尔歹听的话，死死的上好。我袂去安尼讲，但是恁客人家己安怎面对恁家己的语言、族语言，恁家己爱清楚。我知影有一寡客人就是安尼想的。哦，毋是我咧讲伊歹话哦，是有一寡客人就是安尼想的，想啥物？客话死死的袂要紧，因为客话死我嘛阁是客人，我真正捌看过，毋是凊彩的人哦。现在我猫要出。连猫仔就知影讲，伊要和你讲话，伊要和你表达，伊要所要意啊迄个意向的时阵，伊用语言，伊的语言甲你讲嘛，你会离开，你会开门嘛吼。OK， 我看到一个，我甲伊的出身小讲者吼。第一，伊是新竹客人；第二，伊是较早因即讲的小可的老教出迄个吼，因老爸较早伫国民党内底有地位的吼，安尼讲好啦吼。第三，伊本身其实伫少年时代是无啥爱读书，所以伊的学历并毋是讲介水，但是后壁是重点，伊是一个读较足好的人，伊是一个足爱读书的人，伊是一个因为足爱读书，读较足好，所以书读了足透，所以伊对历史，伊对法律，伊敢若后来是读法律出身的吼。虽然讲伊伫个敢若伊是读专科学校还是啥吼，反正你是本来是专科学校出身的，到尾去读法律吼。OK， 所以我安尼讲，其实都已经甲人已经讲到足清楚了吼。我就真正看过伊安尼写，就算客语死去的，我嘛阁是客人。我听你放屁的，哪有可能啊？你的族群语言失去的时阵，其实你的族群差不多是灭族啊，吼！你去看即嘛，即个避无族就好。台湾避无族其实人阁足侪伫的，但是有足侪人毋知影家己避无族啦。你除了今仔日有诶吼，除了讲你住伫迄个传统聚落，伫迄个避无族的传统聚落，或者是讲你特别的姓，你一看知影讲，哦，这恁是迄个避无族的姓。比如讲，我讲到传统聚落即嘛是啥？已经其他呀我毋知吼，南部伫个北部，比如讲刀卡斯，连传统聚落都无去啊吼。较早你会当讲新社遐是个，即嘛新社拜托的是啥物人是避无族，伊家己都毋知吼。啊，你即嘛较明显知影讲一寡避无族的传统聚落，譬如讲伫个高阳关遐，啥物六姑遐也有一个目沙，各位同对我咧读较早有咧对我读迄个。知的人知影目沙伫个高阳关遐是目沙遐就足侪即个较早的，敢若是西拉雅吼，个避无族的。但是伊拢讲台语，伊拢含你讲，伊若平常时含你讲的，伊若莫讲，你拢毋知影是避无族。当然伊外表看来就成的吼，你会感觉奇怪，你著看人敢若原住民，啊，第伊讲我毋是啊，台语讲比你更较好。对于即寡人因。深深知影讲，我伫即个聚落大汉，阮老爸，阮自早，其实拢袂讲啦吼。因较早对因来讲，这是体力啦，因为讲因是番嘛，食番嘛，所以体力因其实无啥爱讲吼。但是你即马因为搁伫迄个聚落搁伫诶吼，迄寡人搁伫诶，所以
因即嘛要开互家己民族自信，佫较容易一寡吼，因为至少佫知影。你像阮阮斗卡时吼，我毋是讲我毋是斗卡时啦吼，我是毋是斗卡时我家己嘛毋知，阮身体管斗卡时好，足侪其实都毋知啊，迄个灭族去啊嘛，人佫伫诶，无迄个语言，无即个联络诶工具，你就是灭族去啊！客人甲我讲伊偌厉害，因无客话，因佫知影伊是客人。连即种我拄则讲诶，这毋是凊彩人诶，是一个有深入思考诶人，竟然就甲你讲，伊客人啊，甲你讲袂要紧，客话无去嘛，才像是客人。好，你会做你安尼想，但是绝对袂当来吞达台语。做你去想安怎想台语，你客语要死，你要做你去死嘛？你讲台语死死的上好一句啥话意思？这个攻击性的话，不管你是今仔是客人原住民还是啥，不准你安尼讲对。OK， 哎呦，9:34了。OK， 所以咱拄则有差半点钟的时间去讲这啦吼，台湾台语。另外，歹势我今仔日若讲遮侪时间，用遮侪时间讲，各位有人要举手讲话，做你讲吼。看一下人，另外有写讲冠鱼高晓，冠鱼川耳洞就是冠鱼吼。我拄则讲用 Trump 去用冠鱼啊吼，去用冠鱼。好，我去加拿大佚佗一礼拜吼。我之前敢若拢无甲各位讲起，我就是去加拿大佚佗一礼拜。我去主要我是去2个城市吼，就是法语区啦吼，法语区2个主要城市，就是 Montreal 蒙特罗吼 Montreal， 一个是台语我就无翻啦吼，因为华语就是安尼翻的吼。我伫遐才知影讲，除了华语翻做蒙特罗以外，广东人因的翻译是叫做满地可吼，当然我是用华语念吼，汉字满地可吼，当然是安怎来我毋知啊，因迄个广东话是安怎翻的我毋知，但是你看吼，满地可吼，人因出在因即个广东话的翻译，就是因为家己因的翻译的名嘛，叫做满地可吼，当然我袂晓念啦吼，会来组队会晓讲广东话，你甲问一下满地可要安怎念吼 ？Montreal 是安怎翻的吼？你一听哦，因为即个理路，因为语言翻译一个名称的理路吼，所以我若拄着迄寡对着台语用台语来翻译外来词有意见的吼，我拢感觉奇怪啊！你着一定要华语翻过，再过来用台语来讲，你才心内才会爽哟。为什么我袂当安尼讲？哦，譬如讲罗西亚 Russia 嘛吼，为什么我一定要俄罗斯？我袂当罗西亚？哦，这就是用台语理路去翻的嘛。我举一个例哥伦比亚，讲一定哥伦比亚，毋是台湾叫啥？台语叫做哥伦比亚，因为这日本时代时阵，台语就安尼翻啊，哥伦比亚，佮有唱片公司的，就是遮哥伦比亚，古伦美亚，你若毋知影你安怎写古伦美亚，华语古伦美亚，歹势。好，咱转来讲，我去2个城市，一个是 Montreal， 各位有兴趣用成台语的理路要安怎翻即个地名吼？Montreal 吼，伊的英语是 Montreal 吼，蒙特利尔吼。好，啊，过来是另外一个是叫做 Quebec 吼 ，Quebec 其实是一个大省吼 ，Quebec 这个大省内底有2个大城市，一个叫做 Montreal， 一个叫做 Quebec。颠倒是 Montreal 是较大的城市 ，Quebec 是一个较庄脚的
城市尔吼。OK，因为咧说 Quebec， 我要出去进前，我甲同事讲，我要去法语区，阮同事就讲啊，Montreal 个Quebec 个会使讲是法语区啦吼，啊 Montreal 其实讲英语拢会通安尼，所以 Montreal 其实已经较英语是较应该会当接受英语啦吼，啊而且因为你做一个游客嘛吼，去旅馆啥的，无可能讲你英语讲袂接受吼，就算你 Quebec 嘛相款吼，但是你 Quebec 就是你有可能。你著爱有心理准备，就是你拄着你甲讲英语，自头到尾无咧甲你插，无咧甲你无咧操坏你啦，你家己想办法就对啦吼。讲法语，比如讲我去停车场停车，我伫 Quebec 停车诶时阵吼，迄停车场啦吼，所有停车场迄个一个 screen 吼，啊。你落来个甲你指示，我去加油就好啦。指示啊无英语啊，自头到尾你爱甲你摇吼。啊，阮查某囝较巧，伊有一个 app 吼，翕相翕来直接翻译，就是翻做英文了。所以你袂当甲你拍，我是讲啊，就爱甲你拍即个，甲你拍入去啊 Google Translate 才会当知影讲你啥物意思。啊，阮查某囝就翕相安尼，就知影讲哦，这啥物意思啊？所以拄着迄哇顶头写甲。几啊纸，我实在是毋知你写啥吼。要加油啦，要停车啥，你就有拄着问题吼。去买就是安尼。加拿大是英语国家，大家拢知吼。啊，为什么法语区伫遐？这个特殊问题啦吼，以后有机会再来开讲。啊，这个法语区当然大家嘛知影讲，Quebec 独立含台湾相款，因原来有咧舞独立运动啊，因毋是敢若慕名，其实因较早捌公民投票过吼，当然无成功啦吼。决定讲是毋是要独立做一个国家安尼。不管伊成功无成功，对因来讲，语言因即个重视的程度，但是拄则我也甲你讲啊，我拄则讲啊，喙角全部讲啊足激动吼。我测查你是啥物英语国家，你来我遮加油，全部顶头拢写法文，停车顶头拢写，停车迄表顶头是拢写法文。我真正你真正读甲摸烧啊，我都袂晓诶，袂晓你家己想办法啦。迄是你诶问题，毋是我诶问题就对啦。有无？你看，有迄个自信，伊今仔伫英语国家，伫即个英语国家诶一个城市，有即个自信。OK。另外，甲各位分享者，我去 Montreal 时阵，当然其中行程，我嘛毋知，阮查某囝就讲啊，即个是经过时阵才知啊，即个是因较早因较早办迄个奥林匹克运动会时阵的即个迄个会场啦吼，一个运动馆嘛吼。啊，我就今日知哦，我知影蒙特罗奥运较早捌听过啦吼 ，Montreal 奥运吼，较早捌听过。啊，但是我就即马 Google 足方便，随知哦，1978年的话，76年是吧？我袂记啊，应该是1978年奥运啊，我著看者，我才看了其中一段。来，各位小可明白一下吼，即段历史绝对记条条吼。歹势吼，我著爱用。你若方便的，你家己即马 Google 者嘛会使吼。而且我袂记去 Google。啊，歹势，1976年吼，197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伫 Montreal 举行的吼。两条代志啦，足意外吼。啊，其中一条等下再讲啊，这无重要啦吼。
含咱今仔日主题含咱各族意识营造工程完全无关系吼。我想要讲一个含咱台湾各族意识，含咱这开业环境主题完全非常密切一条新闻来。来，伫遮，1976年的时阵，时任加拿大总理，这名我毋知影要安怎念啊，伊无英语吼，杜鲁道吼，要求中华民国代表团以台湾队名参赛，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拒绝，伫交通无效之以后。中华民国代表团伫7月16号宣布退出本届夏季奥运会。各位乡亲姊妹，各位兄弟啊，各位听友啊，中华民国我有骨气的咧，人已经我毋知人有去无啦。7月16号，我看伊当时发生的，这个奥运会是7月17号举办。7月16号，因为你要叫我改名叫做台湾队，我袂爽，我退出。各位乡亲啊，我为什么讲到遮大声？啊，你要退出，你敢有受到迄寡运动员人因努力打拼，准备4冬啊？你阁会记无？各位乡亲啊，你阁会记无？迄当阵啊，你吹杀讲奥运要正名用台湾队名去参加的时阵，迄寡人是安怎甲你徛伫你无共立场的迄寡人是安怎甲你骂？你有想到迄寡人运动员辛苦打拼，你踮遐准备要参加奥运的时阵，迄个辛苦，你今仔日安尼舞，害伊无法度机会通去参加。各位啊，我有甲你讲无？这就是立场啦，这人有啥物是非通好讲？1976年发生的时阵，中华民国敢有想到迄个运动员为着这项代志拍拼4冬啊？伊话退出就退出，伊敢有你想着？所以你若阁拄着即款那样，你阁立场徛在，你著立场徛在就对啦。因绝对毋是为着是非啦，因完全就是为着立场来甲你呛度的啦。在因的心中哪有啥物是非通好讲？是你敢毋甲你讲啊？这会当省偌济营养午餐的偌济钱？因真正有你伊甲你要伊着，因真正有你要伊赶紧来要着。讲到这，真正是规巴肚好啦。所以我为什么对中华民国这4个字充满了敌意？各位应该会当理解，中华民国就是安尼对待台湾的。只不过是要你讲人外国人即清楚明理讲我欢迎你来参加，拜托，但是你莫侮两个中国，我就歹做人。今仔日中国的代表伫联合国内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你要摕一个中华民国的名，要来踮遐，互我歹做人？是毋是拜托呀？你是毋是会当改一下？你搁咧台湾队啊？恁着伫台湾，恁着对台湾来嘛？我甲你叫台湾有啥物？到底是倒位甲你无尊重着，还是安怎？无见。OK， 我迄当阵伫咧 Montreal， 我伫咧迄个会场外口，伫咧即马你若看到即个足水的，当然我迄当阵摕是日时啦吼，毋是暗时有即拍灯光拍啊遮水吼。啊，我远远啊看，我无去群华迄个会场啦吼。啊，我咧查即个奥运即个 Google 看即个维基百科顶头看到即条的时阵，你就会当理解我心内我伫遐
心内有偌有准。今仔日个叫做 Chinese 台北，叫做什么？中华台北、中华台北。一四过甲你中华台北，第二首甲你 Chinese 台北，人拢问讲啊，你是到底你是 China 还是台湾？啊，无阮台湾来，阮台湾人，讲啊偌自信。问题是你叫做 Chinese 台北啊，定定呼叫。I'm not Chinese. I'm from Taiwan. Taiwan 镜头你就写 Republic of China， 你甲我讲你台湾。我徛伫迄舞会场，我看着顶头写即条，我心内有偌艰苦。好，即个会场另外一条消息，不是消息啦，一条趣味的代志，我哪会当分享吼？就是办奥运吼。2020年日本迄道无算啦，迄道实在是吼天灾啦吼。但是人好嘛有啦吼，咱无要讲办奥运办甲了大钱的吼，就是 Montreal 奥运吼。讲即道奥运会亏损24亿美金，毋知安怎亏损的吼，我无深入去看，惨了24亿吼，但我相信足侪钱是因为开伫即个会馆吼，即个足现代化，应该讲足前卫即个场馆吼，即个运动馆开足侪钱，因为伊工程上吼无法度倒袂着迄个设计理念啊，所以工程上就咱伊这写吼，主场馆建造过程困难重重吼，工程爱到奥运已经闭幕了10多年才完工啦，你看觅啊。敢若这开58亿伫即个主场馆，啊，所以了24亿美金伫即个办即道奥运。因讲即个什么债务吼排到30年后，2006年11月才行了，办即道奥运即个，而且我是伫遮无看着，我看着讲因后来因为实在政府无钱哦，佮甲即个人民收税金哦，奥运社对了啦，办一个税金结果大了啊，无够钱，佮只好甲人民扣税安尼吼，这是一个趣味的历史啦吼，我分享互大家知影讲办奥运毋是拢趁钱吼，今仔有法度办一个奥运大了3排一个销排30档吼，规个国家排30档，就是即个 Montreal 即个奥运吼，啊当然。日本当迄个2020年迄个奥运啊，迄是另外一个问题啦。其实迄毋是日本人的问题啦。日本人若想会到会发生迄代志吼，只好延前一年，而且延前一年，因为伊当阵个疫情的关系，个无法度通完全开放，所以迄绝对是了足侪啦吼，但是了足侪咱毋知啦吼。但是对日本人来讲，这是足大打击吼。日本其实因经过消息咧，已经算20年啊吼，自因顶一回即个泡沫经济啦，即个迄个起泡的经济吼，起泡啦，真正是起咧3万泡，破去了后，日本真正失去20档，因真正是艰苦20档。9年前啦吼，八几年，一直到2024年，已经超过20档啊，2020年。超过20档啊，所以对日本来讲，伊若会当靠迄道奥运，会当重新建造伊的民族意识，重新建造伊的不管各方面吼，其实是足大即个鼓舞啦吼。但是你看，好，今年奥运伫巴黎嘛吼，即款地方名其实拢个台语会啦，咱个无台语会吼，委员会啦吼。台语会真正想办法，甲即寡地名拢爱出来啊，互人一般有法度通讲吼。各位啊，真正立场徛条，莫去插伊迄寡联合报啥物安怎？就算你今仔日吼，我相信当然因会占足大多数吼，但是因搁较安怎占大多数，你免惊因啦吼。有机会通反驳伊的时阵，你着。做你勇敢徛起来反驳，做你勇敢用你的立场徛起来反驳啦吼。我其实足罕咧去汉人去拍比战啦吼，我无迄个勇敢啦吼。但是要拍比战，绝对我有迄个勇气嘛，绝对有迄个
绝对有你听我就知，我绝对有迄个勇气，绝对有迄个气力头下你剑到对嘛，吼。OK， 9:53，剩7分钟，我就来讲啦，吼。OK， 大家拢客气吼，我敢会当明白一下各位啊，老卡啊，尤其是咱一寡足重视的吼，Daniel，歹势吼，我甲你 invite， 但是我 invite 敢若无效呢，有效无你？来 Daniel 来明白一下，自我小解一下嘛好啊。Morgan York 吼，或者是对我今仔日踮遮吼，费规工，费1点要到1点钟，我家己会晓踮遐咧，大放厥词吼，那预点做你讲了紧。大家好。是。歹势，最近拢无起来，因为我妈妈最近9点就开始看电视，伊伫遐看春晖网络，踮伫我伫房间遮阿看无方便起来讲话。不要紧，不要紧。春晖网络真好看。是，对。你讲。我自我小解，我其实就台南人尔。阮兜的人拢讲台语安尼。要补充就是讲吼，虽然讲阮兜是为即久以前，就伫台湾，伫国民政府来台湾之前，阮即派就是阮兜即个系，就是即久以前就拢一直伫台湾啦。用中国政府来之前，所以阮兜的人讲规中国内底，因为阮兜迄时吼有一个族谱啊，会当追溯到啥物27代之前的，迄边是啥物中国迄边的，阮是第27代啊，毋过阮伫台湾已经生活足久，所以阮兜的人拢讲台语。虽然讲阮兜讲台语，阮姊啊，就是典型的中华民国人，恁就是咱咧讲的，中华民国人，阮姐姐较无介意讲台语，毋过甲我甲阮妈妈讲台语安尼，就安尼顺续分享一下，讲顶礼拜去参加一个美国人咧做的研究，咧调查台语的发展，问一寡问题，就讲吼，你细汉是啥物环境出来的？对台文敢有熟悉？敢有用对台语对你的迄种意义是啥？佮问讲啥物是标准的台语？大概是安尼啊。有问题会当问，应该无问题。感谢你吼。感谢。拄则迄个问卷吼，所问的迄寡问题，各位会当小思考一下吼。当然你若有来听，你讲。我想要问，你敢有学台文，还是讲单纯讲来遮听台语？你敢有讲想要练捌台文，还是讲你早就练捌台文？这吼，伫迄啥物，我去美国人做的研究，顶礼拜去做，这个研究吼，你有迄问卷，佮有一个访谈，一道去，互你500块，所以我2道去，我2道一到500，即马加1000块。伊种问的问题，甲你讲的相像，就是你迄问的问题啊。伫迄种访谈内底的问题，就是问你讲吼，你敢认为台语敢有味？我顺续回答一下，就是我差不多今年以前，我是毋捌台文，我毋知影台语有味的。其实吼，这吼是讲吼是
我问我身边的朋友嘛是安尼，就是伊拢感觉台语就是无味。啊，那你啊为迄种前一档来问我可能嘛会甲你讲台语无哩。我即马学台语吼是1月还是2月时阵吼去参加一个下米的课程吼，去学台语文，所以我即马是写8月底。啊，我感觉嘛感觉认同，就是下米的教的一寡理念啊，所以我知影8月2甲汉罗人参写，啊汉罗人参写我较袂晓，我即马看要写8月2，啊8月2嘛写了无啥好，啊即马搁咧学习。多谢。拄则有讲啦吼，像你的姊妹立场就是安尼无共。其实我足罕的汉人踮遐辩论或者是笔战，就是讲我清知影，即无啥物事非通好讲，所以你讲是对，你讲1+1=3，对，你讲了对，吼，1+1=3，等于3，这是你的题，所以你讲的对，讲了对，真好，甲你拍拍啊，安尼。所以我足罕的去汉人辩论吼，但是我勇敢徛出立场，这绝对是勇敢徛出我立场，所以我颠倒是我甲你讲台语无哩，唔要紧啊，你讲是对，拍婆啊，我就甲字写出来啊，我甚至我甲一本纸去桌顶安尼显出来，读互你听，规本的哦，白话字哦，读互你听哦，伊就对伊来讲就是一种，若是各种的 shock、culture shock， 各种认知上的 shock， 迄拢是有，绝对会出现。即比讲你踮遐行伊笔战拍起。是踮遐变100句，搁较有路用吼。尤其是当我念出来是足优美的台语，所写出来足优美的台语的时阵，当然是白话啦，毋是文言啦吼。对伊来讲，伊会去插着伊的心吼，所以各位莫去向人辩啦吼，向人辩无啥物理，真正无啥物效啦吼。但是爱有勇气徛出你的立场，这最重要吼。OK， 时间到吼，我本来就想要。但老师本来很想请你上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哈，我就惊有些人明明的立场跟我们是一样的哈，强烈的这个台湾建国的这个心情、迄个意向，但是因为伊台语讲得无好，伊就排斥起来讲，我千万不要这样哈，我相信我甲即侪人，尤其是大家来听我拢知影讲，我讲的语言对我来讲是工具。但是，毋是所有会晓讲台语，就是拢是我的同志，毋是，绝对毋是。哦，迄什么字，什么的车辆界，啊什么哦，绝对毋是，绝对毋是我的同志，伊是我敌人。台语讲较好，嘛是相反，笨色。哦 ，OK， 你敢若看伊平常伊对台语的态度，我对台语的态度都完全都无共啊。哦 ，OK， 说不用担心，你就是，就算你不会讲台语，只要你立场和我相款的，你就是我的同志。OK。进屯吧，歹势，今仔日吼时间到吼，阮以上拢是1点钟就关房的啦吼，所以真歹势。Jerry 真欢迎你，但是阮时间到要关房，欢迎各位后礼拜共即个时间9点到10点，对，暗时啊9点到10点吼，咱来开讲。我总是迄个主题拢是得干那即个尔，拢 focus 上即项代志，台湾各种意识营造工作吼，到遮各位感谢，欢迎，好，关房。我有录音啦吼，我无录，我无打去吼，我歹势，后来我甲即个拄则录影的即甲 link 打起来吼，我讲几步，结果我拢无甲 link 打，我是伫你边啥人？我看到顶管有 link 呢，是哦，是顶头迄个 link 啦吼，顶头迄个拼 link 啦吼，我即马甲搭即个 chat room 内底吼。因为这 YouTube 会甲保留起来吼，比即边 Clubhouse 较好 ，Clubhouse 保留敢若伊会毋知偌久会摕掉吼。好，安尼我来关房，感谢各位，大家再会平安。多谢大家。是。